20亿个出现啦。哦，你等一下，来，对。咱兰花哦，有一个足特别的一个差别吼。咱兰花你也看为这丛，虽然你看伊无点吼，好一丛安尼两支安尼长长安尼，但是这呢为第一蕊到这多好30蕊。吼。但是兰花的开吼，伊是第一蕊开，第二蕊开，第三蕊才开。但是第一蕊开到第二蕊开爱5天。你也看第一蕊咧开的时阵，这下骹开到30蕊。你看头前的第一蕊已经开偌久啊？早就爱冷气啊，已经开150天啊，嘿，佮继续开。所以咱兰花其实是安怎伫世界受到大家人的喜爱，其实是全世界的 top one 的物件。因为伊的花期真正足长，伊的品种足济。台湾因为咱拢讲咱兰花出口，其实咱是兰花材啊出口，咱是兰花材啊出口。全世界咱只要3丛，就有1丛为台湾出去。全世界的2个品种，就有1个品种为台湾来入境出来。所以这就是伊厉害的部分。所以这丛呢，这丛逐当伫台湾创造，咱赚20亿个台票转来。这丛卖咱兰花材啊。